詠春日字衝拳同個日字一樣啦，兩個四方形，一上一下，拳直沉爭，由心口推出，用詠春直線最短嘅原理。每次出去之前嗰隻手放鬆沉低。基本嘅目標，喉嚨位置或者心口前邊。日字衝拳嘅威力唔係自己衝過去嘅，最理想係一沉低可以將對手拉到過嚟，用佢嘅重心跌埋嚟我嘅拳，我嘅拳又打過去，雙向力，兩邊嘅重量一瞬間要對手承受，完全唔使害怕對方隔到我隻手。只要我個橋有重量，一沉低，自然可以將對手食住。同埋習慣詠春呢個特別嘅數目3，每一次3拳，1、2、3，再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第一下食第一隻手，食第二隻，跟住霸上中路。我哋唔怕你用力擋，你越用力擋，你嘅重心跌過嚟我個拳嘅速度嘅重量就越快，你食我嘅拳嘅力度嘅重量就越厲害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自行練習嘅時候都係咁樣啦。1、2、3。